因为进口卵的争议，即马国产鸡卵的需求变大，所以为今仔日开始，鸡卵会起价起2块，也若产地介绍是起价45块半，而且中秋了后可能会阁起价。也若针对畜产会无提供完整进口卵的资料，台北市卫生局讲会以食安法来予伊处分。 造成社会疑虑，中央需求会对此呢向社会大众致歉。专案进口鸡卵问题持续的议论，顶礼拜中央畜产会才向社会大众会示例，佮讲产地标示错误，这个冷冻杀菌卵汁并无留入市面上，会加强辅导业者。无想到畜产会和台北市政府要求提供卵品流向，竟然讲要维护往来厂商的权益，无法度提供相关资料。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会依照违反食安法来进行处罚。 9号的时候，他回文他提供的比较详细，因为那时候是巴西蛋。22号的时候，他提供的就是这个农业部他官网的资料，说他有委托代工的话，那些代工的资料他都没有提供。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畜产会21提出来的进口卵品资料也是无完整，而且拢是农业部官方网站这公开资料。23个以维护厂商营业资料为理由，无提供资料。目前处分金额也搁伫讨论。 因为最近进口卵的风波不断，致使本土卵需求量增加。台北市卵商工会理事长就表示，25开始卵价会起2块，产地价是43块半起到45块半，批发价是53块起到55块。结果是这个月初3调悬3块了后，第2遍调悬。国内卵价过重回今年3月的历史新高价。人心都惶惶啊！你如果都用好的蛋。 那一天的话，最起码差2000箱以上啊！我们台湾的蛋的话就不够卖啊，就缺口会越大啊，所以先涨2块。林天来表示，本土卵的需求量增加，不过生卵率也是无法度提升，而且进口卵无人买，也到国内卵价的生卵率无够的情况下，卵无够这个问题会愈来愈大。中秋过了后，恐惊会阁起，一定至少还阁会起1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